第8屆立法會選舉氣氛日漸熾熱，目前各候選人都在全力拉票中。今天我們一起來了解，為什麼大家會選擇支持阮建中，改變中產夾心的命運。阮建中呢，佢係一個非常之有心，自己都係親力親為，成日都係思考點可以令到每一個市民呢都可以住得好、食得好。夾心流轉公屋當時候正其實就係阮建中喺黨裏面諗出嚟嘅。今次呢，建中希望可以再行前一步，為整個嘅港島東區嘅居民都服務。阮建中呢個候選人啦，其實已經做咗多年嘅區議員啦，中小微企建言獻策方面，建中咧有睇法、有諗法，非常之關注我哋中產夾心嘅家庭啦。佢亦都非常之關顧弱勢同埋基層社群嘅。佢都係為我哋中產嘅人去做每一樣嘢，而且佢自己亦一個中產嘅東主，咁去體驗到我哋啲中產嘅辛勞。希望各位去選4號，爭取向上流動的機遇，靠你一票。記得12月7日出來投票啦！